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12月14日，圣诞欢乐颂，爱火重燃。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10章21到39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尼希米记10章29节。在这里跟我们的领袖们一同发誓，如果我们背誓，将受处罚。我们发誓要照上帝借他仆人摩西所赐下的法律生活。我们要听从上主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遵守他一切的法律和规律。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可是世人却不爱神，总爱人手所造的公仔。五条悟和夏油杰，他们曾经是非常了解对方的朋友，但因为信念相左而走上不同的道路，变成敌人。人际间的关系何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曾经的立约山盟海誓，却翻脸犹如翻书一样。如何才能修复呢？今天的经文正是人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因着人悖逆而破坏了这个关系。在这个关系里，这位神是信实爱全能的主。透过昨天我们看到这些的记载着名单来看到他们愿意悔改。他们在上一章也讲到，祭司跟利未人禁食以及做认罪的祷告之后，接着就跟神来立约并且签名。本章开头呢，这章就开始签名的名单，一共有84人，而尼希米首先带头来签名，接着是祭司的名字，然后利未人的名字，最后是百姓的签名。其中有一些曾经有娶过外邦女子，后来有离绝的人，更加启示要遵守律法。这里特别强调哪三方面呢？第一个是有关婚姻，第二是有关安息日，第三是有关奉献。这一次可以说是尼希米和以斯拉所领导的一次宗教改革。这个改革的重点是针对他们以往失败的地方从上一章昨天前天我们看到的他们的祷告，可以看出他们有很深刻的反省。那反省之后呢，他们就要立约，确实去遵守律法。这里最多检讨的地方是奉献，这部分很详细说到奉献，包括献祭、圣殿里的费用、出手的土产跟果子、头胎的牛羊，给祭司的举祭，给利未人的1/10。这些举祭呢，是要奉到收存在圣所那里。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神的这些我们应该要做的，就不能是怠慢了不能说我就等一下。也就是说，神所规定我们预计要在圣殿供职、祭司、守门、歌唱，这些都是侍奉的人，我们要从这些条例之中学习奉献。那么我们想今天这方面的这个经文特别讲到奉献是要我们特别来重视的。在圣殿侍奉的人要靠百姓的奉献来养生，对他们的尊重其实也是对神的尊重。所以再次讲到这个章节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改革所重视的婚姻就是不要跟外邦人来通婚，人最容易在男女关系上失败，所以我们不要在这样的婚姻
关系上得罪神。第二个是守安息日，在安息日有机会赚金钱，而不去赚，不做买卖，而我们要在神里面单单只有来见神，单单分别为圣不来赚钱，或者是娱乐，不守主日。第三个是奉献，金钱对人十分重要，爱主人不会舍不得1/10的奉献，而是甘心乐意奉献。所以我们要在这3方面，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我们的神是欺哄不得，我们既然愿意悔改，而且是要跟神来立约的，那么我们就要把我们真真实实我们从神领受的，我们就应该要来奉献回归给神。我想在圣诞节的季节代降节里面，特别今天我们看到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代降节的活动第14天，再次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怎么样子来挑战着他的母亲玛利亚，因为他已经许配给约瑟，只是还没迎娶而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时，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长时候我们自己得罪神我们看我们今天尼希米记，在耶稣出生的几百年前，他们得罪神，他们悔改，而今天也看到他们跟神立约的内容。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他们立约想要这样做，特别在婚姻他们在安息日，他们在奉献上是立约了，也看到那个如果没按照这样做的这个严重性。但如果我们看看翻翻后面的结果，其实他们后来又跌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恳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立约然后说得很好听，或者是真的立下自那个决定，但我们就又犯罪了，又犯错了。我们需要靠神来帮助我们，透过耶稣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真知道他已经为我们预备那个恩典，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完全的摆在神面前，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做到神要我们做的。这挑战真的很大，但我们是不是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尊主为大呢？上帝用他的旨意中的平安来挑战约瑟的惧怕，因为约瑟没有遇过这个事。但主说你不要怕，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惧怕会让我们止步不前，甚至让我们逃跑躲起来。特别是撒旦喜欢用惧怕叫我们分心，让我们看不见上帝指示。上帝的指示是安全的，我们真的要靠神，特别是在我们跟神所立约我们要遵守的。当我们要安息日，我们有没有那个信心？不要害怕，真的不要害怕。我如果没有做这个
我会不会怎么样？如果我怎么样，神要我们相信神，有神的信心，我们就是跟神立约了，我们就谨守那个圣洁的婚姻男女关系。安息日我们要好好休息，神给我们的白天跟晚上，我们应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分别为圣，给神的事工上，我们就是要奉献从神来的。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奉献出去，我们没有安全感，我好像就没有了。不是，这一切都是神的，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照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样做，音乐牧师相信我们会跟神重燃那个爱火，我们会去经历这位神，他是给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福上加福的神，好不好？我们来默想，在我们信主以后，是不是曾经有跟神立过约，或是许过愿，但后来我们有这样做吗？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爱火常旺，或者是爱火可以来重燃呢？今天连结这首歌叫《圣诞佳音》，是不是在我们生命中有那个好消息，就在这个圣诞节里？他要先向田间贫苦的妇人，他要向每一位报告好消息。那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跟神可以重建美好关系，我们可以跟神重燃爱火。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点燃我们的爱火，谢谢你给我们圣诞的佳音。你再次告诉我们，我们人真的很坏，我们跟你立了约，不算数之外，我们可能变本加厉，但主你用你的爱，你的慈神爱说，你给我们再次机会，让我们回转归向你，改过来之后，我们跟你重修那个美好关系，你重燃我们的爱火。我们再次为主出发，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为主来大发热力哦，为主来做那美好的决定，就是荣神益人的决定。我们明天见。